强强，新年一定更加好，万事如意大吉祥。新年的歌儿大家唱，唱起那歌儿多嘹亮。恭喜呀恭喜恭喜你，接了财神乐洋洋。不一样呀就是不一样，恭喜发财奖了又再奖，新年歌儿唱了又唱，人逢喜事精神爽。春暖花开的季节，五彩花绽放的娇艳，爱情海底传说，顺风吹来又是新年。这里是天上人间，喜悦奏起，幸福乐无边。四环的乐园，世代流传千万年，春满人间又一年，把祝福送到你身边。美丽迷人的春天，让歌声飘荡在耳边。这美丽的春天，百花齐放正娇艳，爱情海底神话都写在美丽的春天。这里是天上人间，喜悦奏起，幸福乐无边。冬去春来的季节，鸟语花香正娇艳，春风吻上了我，把幸福送到你眼前。美丽迷人的春天，让歌声飘荡在耳边。美丽迷人的春天，让我们一起来歌颂。蓝色地球公转了一周，新年又开始报道，将活力推动，幸福能量不停在传说，闪闪发亮，这就像那光纤网络，四处一变换了气氛浓浓，家家都热闹哄哄，又在见面，久违好朋
节才挂上红红灯笼，一切就绪好隆重，一家开心团圆乐融融，快乐和幸福布满了每一片天空，随春风变出美丽彩虹，深深的祝福散播到每一个角落，手牵手起来迎新送旧，快乐新年幸福佳节，一起来分享所有喜悦，深深的祝福传送到人人的心中，心相守，幸福就在左右。蓝色地球公转了一周，新年又开始报道，将活力推动，再往前走，幸福能量不停在穿梭，闪闪发亮，这就像那光纤网络。祈求这事事都顺利亨通，爱情来开花结果，活出一个全新的自我。环游在世界的南北西东，看遍了春夏秋冬，悠悠潇洒就像一条龙，快乐和幸福布满了每一片天空，起来唱歌已经来了。变出美丽彩虹，深深的祝福散播到每一个角落，手牵手起来迎新送旧，快乐新年幸福佳节，一起来分享所有喜悦，深深的祝福传送到人人的心中，心相守，幸福就在左右。快乐和幸福布满了每一片天空。各位亲爱的嘉宾朋友，我们的节目即将开始，请大家就座。好，那么桌上的余生，大家先不要去动，我们等一下会在舞台上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捞余生。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特别呈现，欢喜来唱歌。新春团圆饭，八星报喜，现在开始。欢迎全场伴奏旅者大乐队。下午好，大家好。Hello。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让我们欢迎林如萍、许琼芳。
喜你！让我们欢迎陈建斌、朱丽丽。经过多少困难，历经多少磨练，多少心儿盼望，盼望春的消息。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欢迎收看《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哇，非常的开心呢！大家呢在中午的时间呢、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新春团圆饭。相信呢，我们现场的朋友应该跟我们舞台上的艺人都是一样哈，应该是今年的第一捞，是吗？如果是的话，请表示一下。哇，哇，我想我们好八星开心哦报喜啊，我们要先跟大家拜个早年，好不好？对，好的，来，那就由我们的大家长，我们从最年轻的开始。最好年轻的，最年轻最年轻的，谁最年轻？最年轻应该是我不，我们是从上面算下来的。哦，上面算下来不是我。那也轮不到你，OK？是，好像轮不到我。轮不到我啊，哦还有2位，所以老大姐先来好不好？好，好，祝大家马年骏马奔腾。哦，柔平，祝大家在马年里马上发财。轮到我，哎到我陈建斌，陈建斌，他爸爸陈建斌就好叫，了。在马年呢，祝大家马到功成。在马年祝我在座所有的朋友四季平安。你给我白话了啊！哎，不到你啊，到谁？我不是最后一个吗？你不要装小。浩浩祝福大家今年都不会马马虎虎。哎，排在祝福大家在马年行好运，发大财。哎排在比较后面的比较紧张哦，因为吉祥话都差不多说的778了。Don't worry, I still have。还有，要祝大家在这个马年呢，丢白标无被走啊！呀，终于轮到我了啊！还最后一个都被你们讲光了。好啊，你还有词儿嘛？有马年最重要的是干嘛？你知道吗？什么？马屁要记得拍哈。这样才能步步高升。耶！好了，希望呢大家把我们的祝福语呢都收在心坎里。是，好，那今天呢，大家一块儿吃饭呢，有一些细节大家要注意一下。哎，就是我们的桌上呢都有公筷母匙哦，大家可以斟酌使用，这样就比较卫生啊。好的，那接着下来，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的桌子上，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欢喜来唱歌，也给大家准备每人一个吉祥福袋。这是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呢特别精心准备的，那里头呢有我们的这个马年装置哦，寻找 Harmony 的特色红包。来，就在我们的大荧幕上。哇，我们把这个红包封把它拆开之后呢，你就可以自己来拼装一下，让这个红包封变成立体红包。是这个红包，这个个红包封的设计其实就是跟我们顶楼啊，就是这个寻找 Harmony 的这个设计是一模一样的啊。是的，是。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浓缩版，让大家呢珍藏。还有，里面呢还有一副对联，对不对？来看看平安健康，这是我们人生最终的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健康和平安。是的，这个就由我们的这个乐乐哈，我们小朋友也一位自闭症的小朋友所用这个书写的哈。是俊乐啊，我们是的有一段影片让大家看一下。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欢喜来唱歌，全体同仁以及乐乐，祝
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俊乐今天好像有在现场是吗？俊乐有在现场吗？俊乐在哪里？在哪里？有吗？到了吗？哦好 ，Anyway，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是的，俊乐谢谢。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应该要差不多要准备了，对不对？要准备来捞生了。是的，哎，是的我们要准备捞鱼生喽。是的，在捞鱼生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位艺人呢都会说出吉祥话，也希望呢大家一定要跟我们一起来哈。只要我们讲完吉祥话，你们要说什么？收到 ，OK。那待会我们就用这个红色的筷子来捞鱼生。是，每一桌呢派一个代表站起来，好吗？最帅的还是最美的，请自己站起来。一个人要负责，一个人要负责。最饿的也可以，最饿的站起来也可以啊。最能干的也可以，最饿，最高层的也可以。会吃比较多口的站起来也可以。最饿，还有犯罪的。哎，我前面这座。啊！这个大帅哥先站起来，全部都女生只有一个大帅哥先站起来。大哥，你是那一桌最handsome的，最帅的。是。来后面的自己来啊，大家。好，准备。这个站起来了吗？啊，派一个代表。 OK， 谢谢这一位。我们知道啊。是的。好，听我们的口号哦。听我们。第一样，橘子代表大吉大利。1本万利，所以大家先把橘子放进来，对，把它挤在那个鱼身上啊！大吉大利，1本万利，收到。撒在那个鱼上。对，撒在那个章鱼啊。那接下来当然是我们的主角了哈，三文鱼，把鱼放进去，代表年年有余，步步高升。收到。嘴巴要讲哦，要讲收到哦。来，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胡椒粉，胡椒粉是代表鸿运当头，好运连连。收到。那么接下来就是五香粉，祝福大家五福临门，福星高照。收到。一包五香粉，一包胡椒粉啊，所以有2袋，一袋青，一袋红，祝福大家。代代平安，收到，跟得上哦，我们的节奏跟得上哈。好，接着下来转一转那个盘，找到我们的香油。OK， 香油可以闻一下，那个香香的就是香油。真的还闻一下。顺利利，吉祥如意，顺时钟，可以撒拉落去。收到。好的，接下来换我们的甜酱，甜酱也要祝福大家甜甜蜜蜜，一团和气。收到。最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那一碗卜卜脆啊！祝大家黄金满地，财源广进。收到。拍照。好，全体起立，唱国歌。不是捞鱼生啊！免了啊！呀，举起你的公筷，红色的。公筷，准备好的，请把你的手举起来，拿筷子的手。Are you ready？ 拍照的日子，我们说3个，你一起来哦，3、2、1，捞！
神到，财神到，财神到你家大门口，迎财神，接财神，把财神接到你家里头。接财神，接财神，从此你家好运，财源滚滚来，做生意那一本万利，买马票那得心应手，万事都功成喜就。财神到，财神到，大家迎接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你家大门口，迎财神，接财神，把财神接到你家里头。从此你家好运，财源滚滚来，做生意那一本万利，买马票那得心应手，万事都功成喜就。财神到，财神到，大家迎接财神到。财神爷会跟大家近距财神离，送来金元宝，家家户户没烦恼。耶！邀请我们财神先跟我们的策展人来拍照一下。从此你家好运，财源滚滚来，做生意那一本万利，买马票那得心应手，万事都功成喜就。财神到，财神到，大家迎接财神到。发心报喜，接财大家呢日子呢都欢欢喜喜。是8星加上2位财神，就是十全十美。哇！好，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呢就让我们的建兵大哥为我们掀开序幕喽。你要当是第一对的先演唱用者。歌声向大家拜个早年。首先带来第一首《刮地风》，谢谢。谢谢。来欢迎建兵大哥。正月以来是新春呀，青草芽儿往上升哎呦，天平上日月你就人平上心哎，嘿人平上心哎，嘿哪里呀嘿。3月里来是清明呀，桃花不开心花红哎呦，蜜蜂儿来去你就忙做工哎，嘿忙做工哎，嘿哪里呀嘿。5月里来舞端阳呀，杨柳梢儿长儿穿哎呦，雄黄儿要求你就闹端阳哎，嘿闹端阳哎，嘿哪里呀嘿。7月里来7月7呀，天上牛郎配织女马嘿呦，织女马本来你就牛郎的气呀，嘿牛郎的气呀，嘿哪里呀嘿。9月里来9重
风扬呀，黄菊花儿开路，哎呦，有心肠才来你就无心肠来耶，嘿无心肠来耶，嘿哪儿呀嘿。腊月里来一年满呀，金枝银粉都满船哎呦，大大呀板板你就过新年呐，嘿过新年呐，嘿哪儿呀嘿，大大呀板板你就过新年呐，嘿过新年呐，嘿哪儿呀嘿。谢谢大家的掌声。当然，我们这一场呢也有现场直播啊，我们也跟线上的朋友呢问候一下啊，希望你们锁住我们这个频道啊，我们整整2个小时丰富的节目，希望可以给你带来非常愉快的一个午间时刻。好，接着下来我就想起一首刘德华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名是大家最爱听到的，就是恭喜发财。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我祝满天下的女孩家一个好奶娘，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36圈的玉山旗，不穿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处好在。那要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得够豪迈。恭喜发财，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大家脚口敞开，用心去买，明天啊我们更厉害。我祝全世界的无奈跑得比那黑人更快，岁岁年年出人才。那要大摆，乐天替你消灾，恭喜发财，要喊得够豪迈。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再来，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过来，不好的请走开，礼多人不怪。哇，大哥，您唱刘德华的歌，第一次听到哎，这个唱到一身冷汗啊，不容易唱。不会，大家听得很好听啊，而且大家都在喝我们的这个财气的汤之外，还给您拍拍手哎。谢谢，希望这首歌呢
带给每一个人，好不好？是新的一年马年，大家都走好运，至少顺顺利利，是的家庭顺，哎事业顺，是爱情顺，哎做什么事都顺就对了。哇，所以这首歌由你来唱就对了，因为你刚刚讲的全部通通都在你的身上，对啊都是顺顺的，都顺了。是，大哥本来还有一点东西不顺，去年已经通给他顺了啊，通到顺对了，顺了啊。1年前有2条不顺哦，呀，99%了哈，不顺了。还好这个请到专家把是这2条通了。对，通了之后，唱歌好像声音更亮了。哎，是，我发现我也有比去年高一点的。啊，真的，对，哇，原来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啊。对我们也有感受到耶，有就是常年一直都跟大哥在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系列节目《欢喜来唱歌》，是，就突然觉得大哥真的是慢慢的有在长高长大哎。对，真的，这个我可以保证，真的是有。然后直到走到后台的时候，看到大哥换鞋子的时候，才知道哦，里面加垫子加很多。这个是秘密，你不要讲出来。哦，这个秘密啊。对呀，这个是秘密。哦，哎，这些都不可以讲的。哦我们也不可以讲说大哥跟佩芬一样高，不可以讲。哎，不是，也是讲的，对不对？没关系，反正做人能伸能屈，是，懂吗？这个就是我的高度的问题。人生的高度。接下来介绍这位呢，比我资历更深。哎，是的，我们呢，大家应该现场的朋友都是从小听他的歌长大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歌唱圈呢，应该是有半个世纪这么久。是的，最资深的歌龄也是呢，最久的。对，那就是明珠姐妹的妹妹朱丽丽带来的歌曲《欢乐新春》，欢迎朱丽丽。谢谢。欢乐新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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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呦，春无声无息又来到人间，百花开得更娇艳，春风吹来阵阵暖，大家又要过新年，春无声无息又来到人间。它又带来新一年，家家户户迎春天，人人欢乐过新年。家家户户迎春天，人人欢乐迎新年，春无声无息又来到人间。百花开得更娇艳，春风吹来阵阵暖，大家又要过新年。春无声无息又来到人间，它又带来新一年，家家户户迎春天，人人欢乐过新年。欢乐新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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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呦，春无声无息又来到人间，百花开得更娇艳，春风吹来阵阵暖，大家又要过新年，春无声无息又来到人间，它又带来新一年，家家户户迎春天，人人欢乐过新年。新年快乐 ！Thank you。我们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午安！非常荣幸呢，能够来这边参加我们的八星报喜新春的第一捞大家应该今年一定会过得
非常非常的如意，因为呢，这一捞哦，捞很久，比我们外面的来的，好、捞很早就捞了，所以哦，应该捞的你们先捞去吧。啊，新年呢，在马年祝大家哈还没有来临哈，虽然是年关将近，但是呢，拜个早年，祝大家马到成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事顺利，好，恁大家兴哦，兴哦，哦，有人佫还袂富话无？佫补加一声会使无？啊，大声话，哈！今年财神拢去恁兜找恁人，好无？好，恁大家兴哦！耶！希望大家能兴，会使兴有旺有发哈！来临的马年，好不好？那我想呢，本来准备了一首另外一首是普通歌，但是我们的主办单局说，我们今天要唱多一点过年歌曲啊。接下来的第二首也是一首过年新年的歌曲，那呢，年29李高梅，大家拢做围炉吃饭，对不对？哈，来送给大家一首《大团圆》。大年初七这一晚呢，全家大小庆团圆。纵然有人在外乡，也要及时往回乡啊。除夕夜晚祭祖先，一家老少把礼餐，309口行大礼，经济小事莫人闲。祖先留步我血和汗，祖先留下多少金玉良言，胜过金银和财宝，要我们一代一代往西呀传，才不会辜负那除夕大团圆。大年初夕这一晚呢，全家大小庆团圆。纵然有人在外乡，也要及时往回乡啊。除夕夜晚祭祖先，一家老少把礼餐，309口行大礼，经济小事莫人闲。祖先留步我血和汗，祖先留下多少金玉良言，胜过金银和财宝，要我们一代一代往西呀传，才不会辜负那除夕大团圆。掌声鼓励。谢谢朱丽丽精彩的演唱。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老 hero。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 hero 啊，新年快乐！哎过年啊 Excuse me,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Letitia. Hi, 老哎呦 hero 拉 boss. 比赛啊 Sure. 拉比赛 Letitia. 爱过年了啊哦，拜托你莫穿个白白，敢若 hospital 的护士啊！哎，
Boss, this 我厝内 costume. 唔是无红衫互你，吼。 Boss, this costume you give the teacher. The teacher like white, black check. 不是，我已经有交代你了吗？跟你说，今天一定要穿红红的，你对还穿到这样。要不然你就先回你的家乡，过了年再回 No, 来。 sir. The teacher need money, sir. No, don't want me go back. Okay. The teacher will do housework. Today, New Year. The Okay, teacher okay. sweep the floor. Sorry 啊，你咪搞收頭卡吼，過年搞收頭卡。对啊，过年不可以扫地的。过年如果扫地的话哦，你会把全部的财气全部扫出门呢。哇，太好了！The teacher 希望每天都过年。为什么过年了，teacher 不用做家务，不用扫地。那个只是一天而已。對，只是吹一年。还有啊，還有別使水衫。不可以洗衣服啊。又不用洗衣服，The teacher happy。还有 OK 啊还有啊不可以倒垃圾呀。不用洗衣服，不用倒垃圾，不用扫地。还有 The teacher 還有什麼不用做的？袂使困啊。除夕夜到初一你不要困啊。啊，除夕要夜守歲啊。要晚一點點睡，爸爸媽媽才會長壽，知不知道？別使困啊。呀別使困 OK，那阿公有時候都困 ，OK？阿公會使困。阿公也使困。還有啊，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到15不可以煮粥啊，不可以講梅啊，為什麼？因為吃粥啊會軟軟啊。啊，軟綿沒啦綿。那個賣粥的，那個賣粥的不是沒有 customer？無啦，過年食飯吼，就是講吼，一年到頭啊，你就無飯食。哦，嗯愛食較愛食較好好誒的，哦大盒。嗯，包盒。嗯 Yes, Yes. the teacher can cook. The teacher 安尼你 can. 知無？ Okay, I know. 吼，哎，每一年過年的時候哦，我們樓上的那個萍姐都會來一起過年。啊，今天怎麼還沒有看到她啊？就是啊。哎，萍她是姐，來了，哎呀，萍姐，新年快樂！萍姐。 Neighbor, 哎 neighbor. 呦，幾點了？你個無來，我想你入不了滾厝啊！哎，過年咧，百無禁忌，百無禁忌，童言無忌。哎，我老人咧，我知啦，看你頭我就知你偌老了。 Hello，安哥你好。誒，這粒球是什麼人？我係囝啦，匹克球。我偌牛飼，你看飼甲肥肥白白，還去將眼剝起了，大爸把，你忘記了啊？你袂叫啊？這個是大肥熊啊！我咧舊年個皮包骨啊呢，去年還瘦逼8呀的。，今年就好了咯。哦呀，我昨天有來你厝食飯，你袂記了？啊，我昨天有來吃飯。哇，哎，呀，你記都袂記了。我前天也有來吃哎。哦，哎，爸，因為每次長醉的時候，他就喜歡這樣咯。哇，他就不要用花灑，他就喜歡哇泡在浴缸裡面呢。哇，泡咖你看。把它泡甲碰起來。哦，哎，你是我的囝，是伊的囝，你當你人都食飯安怎？ Yes, yes, sir, yes, sir. 家珍嘛，我不知因道。兜有辣啲燒嘛，自己物件真好食嘛。啊，你看上了弟兄對。啊，我頂禮拜嘛有來食呢。阿公，我出來的米湯隆中可以食了了啊。安怎伊來食飯你無甲我講？啊，你無講袂使予別人食，我隆中治了隆中去食。怪不得我的米一個月買50 kg。不要緊，政府可能不 CDC voucher can buy。哦，哎呀，啊，coming，有時候 January 有時候。對對，哎，啊，拉迪夏，哎，我迄個對聯吼，你有甲我答吧？對呀，過年要搭春聯的嘛，為什麼沒有看到春聯啊？爸，你又忘記了啊？啊昨天啊，我們3個人已經都把春聯貼好了。呀，大好了。真的咩？大好了。豆肉，大豆肉，你要哪一個？你要哪一個？貼什麼？出入平安。出入平安，了地舍貼好了。喂，了地舍貼在這裡。團人。哎，the teacher everyday cleaning. And then the teacher here. Yeah, so the teacher put 出入平安。哇，順海喂。出入平安哪裡可以放在廁所？哎呦呦，哎你大幫一刀就是為着你啊！啊，唔是啦，出入平安要貼在大門啦。對，大門口。哦，you say 大門 ，never say which part 大門。This one Which also 門？大門。 toilet 的大門啊。哦，sorry sir。啊，我叫佢去大門
哦，大沙拉我跟你门讲啦。你无甲讲什么门嘛？哦，是头前嘅大门啊。大门 OK 大门 OK，let the t-shirt take down。呀 Don't angry, don't angry。进出都平安。还有嘞，还有那个一团和气，你大一团和气是我贴的吧？贴在哪里哎呀，一团和气我就知道，我贴在这里，你看，我贴在你的床头。哇，我那看一团和气，大半变成头诶因。为我要跟阿爸讲哦，因为他一个人哦，每次哦去楼下哦，都去楼上哦，都跟人家嘎楼，一直生气，一直生气呀、所以我要跟他说，要记得和和气气，和气生财。哎呀，啊不对啦，一团和气不应该是踏在贴在那个床上的。哦，要不要贴哪里？要贴在大厅、大厅，哦因为一家人哦要一团和气，你错了和气生财。你错了，你错了。怎样？一团应该贴在安哥的床，和气贴在我妈妈的床，哦这样就一团和气。你妈妈乱谁？乱倒诶！哦，啊，你今日袂记了？哎呦哦袂记，头先我都讲你都袂记了。你是什么节？啊，我是萍萍姐姐。萍姐咯。哦，哦，啊，萍一起讲，姐。一起讲。伊哦，伊阮老爸老戏老咯。 hero 啊， my 那两个差不多了。哎，那个有迄个呢？还有呢？还有一个上下平安呢。哦，爸，上下平安哦，爸。 Hello，是阮爸，不是恁爸。 No，是说你老爸你叫爸，我们对你叫卖我咯。被叫。啊，回弟，咱两个一夜闲闲，你的单身，啊，无你两个就最甜啦，最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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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今天是来拜年还是来做媒人的？哎， no no。我跟你讲，我是真经正的吼，啊我唔是青青菜菜的，啊这款会色，不，亲属谁啊？这个 No no。这我配不上了。阿公的 T-shirt take care，阿公的 T-shirt take care。 OK 哎 OK。呦，原来那个别有用意耶，你这个。阿公的 T-shirt take care。我跟你贴讲，在哪里？这上下平安哦，昨天我已经贴好了。哦，贴在哪里？你看我贴在哪里？哦，哦，贴在楼梯啊，电梯跟呀。贴有关你的事吗？这个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我们住楼上嘛，对啊他们住楼下嘛。对啊啊，我们每天要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嘛，哦所以就上下平安哦。哦，第一次还有人贴在楼梯外的。啊，那这样也对啦哈。青菜了电青菜梯电梯不会丢缩啦哈，啊会不会掉在里面啊？电梯不会怕上下上有上下下理由啦都平安了，有理由。咱听政府处吼对，整座的人要合作。对，平安要照顾到上上下下了啊，对啊，哈。过年哈，每一年过年哈，我们都一起过。但是今年过年很特别呢，因为对哦，爸，你的女儿，我的妹妹，你的老母，我的阿嬷，他们今年从美国回来耶。 Yes 特地回来过年啊，啊！不知道下飞机了没耶？有，已经到了，叮咚叮咚。阿妈 come back already. Happy New Year, everybody. 阿妈回来，这个礼貌。阿嬷，你还在哦？还有老阿布啊，阿布啊，我有这老岁哦。哎，安尼我行唔对，我就要安尼。啊，我是阿妈对老啦。哎呦，Happy New Year，我的儿子。阿布，阿哥你去快美国转来行路变甲蹲啊？无啦。啊？阿妈，你看生日，啊，搁生恁小妹，恁小妹倒落这个哈。我阿妈，我我都的孙。一个。安尼吼，阿妈老好多，老好多，啊连孙甲查囝阮不要分。阿妈老人痴呆啦，阿妈老人痴呆啦。哦，啊，即马转来 happy 哦听讲你伫美国真 happy 哦。 ，happy 个 lucky 哦，lucky 好地，搁食侪万年哦。我聽講然后美哦，金美金，聽講你個交一按摩的男朋友，有啊有啊有啊。伊叫伊名叫特朗普啊。啊，你傻啦了？唔对唔对唔对，我的男朋友唔是特朗普，叫川普啦。马小祥啦。看是一个人啊我看是菜谱啊，菜脯啊。报。哎呦呀细线来会的，晒啊！你80幾歲呢？哎嗯，朋友多好呢，嗯对不？阿媽88爾，哎呦，甲我鼓勵一個88歲，老人家嗰度 happy 啦。妹妹，你好啊，哥哥哎呦，long time no see，how you do too？啊，怎么妹妹看起来比我较老啊？哎，你那是家口真乱的关系，我听他们乱呢。喂喂喂，he is my 哥哥，this one is my 爸爸，this one is my 阿媽。哦，this one is who？你妹 cannot tell 啊。拉比赛，拉比赛。妹 This one is me。 helper。 This one is what was your name？
Letitia， Naughty side. Letitia， Okay, naughty side. Naughty Okay, side. Amma, you move aside. I want to wish Papa. 讲什么啊？你讲什么啊？你别搞也拜年啦，拜哦拜年，我都去后尾哟。呀，对对对对对，等啦，阿妈行到慢啦。过年就来拜年啦哈。爸爸，哎，你干嘛骂你冲动嘞？这个真的是跌倒，这个真的是跌倒，等，这有派无啊？不是假的。你哥有派无？哎呦，行啦行啦，哎呦，我的囝啊掉头咧。爸，慢慢来，爸。哎呦呦呦呦呦！哎，my 爸爸，I also hurt you。喂，哎呦，爱掉头表了，爱掉头表了，哭掉头哦。哎呦，哎，你哪大你冲动咩？啊你哭也，Long 头 time 一 no 个人 see，Long time no 你 see，讲你看了没？ very happy。边啊，哎啊你呦， OK 吗爸？哎呦，sorry，我这个查某孙笑诶。哎呀，阿毛派先，你好了，看阿毛派没代志啊，我代志吼。 OK，爸爸 here。哎呦，你要和阿母惊死拜年啊。拜年， OK，啊爸爸，I 拜年拜年 how to say？啊这个拜年啦，啊拜年啊，拜年，爸爸，I wish you money go round round，什么啊？哦，什么意思？什么好词来？财源滚滚。财源公园个 money go round 啦啊，我冇听到诶。 Yes， And 乖 then dragonfly chicken dance，啊？龙飞凤舞。哦， Yes，厉害哦。 right, correct 啊啊， ，and 你 then 阿毛会使你看。 wish you good luck, good health, every day good, step high up，哦，再还有是什么？冯方米多米讲吗？步步高升。步步高就 step high up 啊！ Yes, correct。 OK，啊！哦，爸爸，請頭講話哦。紅包，個紅包我差到我入老管厝啊！喲，many 賣出來轉來，叫伊賣登來。哎呦，好啦，阿伯我買出來得啦。Sorry，拜我拜年，拜年拜年拜年啊，拜年萍姐你徛阿嬷徛哈。来，给阿妈拜年。我比较没有那么冲动哦。来，阿妈，哎，这阿妈所以你哈，我要祝福爸，祝福阿嬷，啊祝福萍姐3位早生贵子。笑诶！哎呦，我这孙也是不要恭维。哎呦，明天早报、新民日报头条新闻哦，阿妈88个会生咩？阿嬷，你听我讲，刚就砍掉了。我说的早生贵子是早，就是每天早起床。生，你们3位生龙活虎。贵，就是每天出门都遇到贵人。然后呢，每天过个好日子，叫做早生贵子。有同意的话，请拍手。对，啊，你讲就对啦，哈。对，惊死了，早生贵子。啊，还有谁要拜年？谁要拜年？拉低赛，拉低赛。 Yes，阿媽，Papa Boss，老 Hero and Auntie，Helper Letitia wish all of you，I can Hokkien，我祝你如來如水，早起大工啉滾水，身體好，身體嘛是好，呀，大工水，水，無聊，啊，唔是夠一句咯，也無聊無求水。隆重差不多有叫淡薄了，吃老酒水啦。莫講叫好好哦。好，也福建有有限公司啊。全部都拜完了，全部都拜完了哈。 Hello，我还没有拜呢。哦，你还在啊？对啊。啊，这个是什么？阮什么人啦？啊，这我囝啦，对隔壁厝边啦。阿嬷，我是你新的孙啊。啊，乱斗来。我的孙那会拿球棒当巴肚，这棒人是个所在。对啊，一家团圆吗？哦，大肚腩。你讲好话啊，讲好话啊，阿嬷，好话啊。阿嬷啊，祝你身体健康，哎长命百岁，驾鹤西归。过年哦，哎呦，咱来讲家事，佢袂使讲乱七八糟。不是，我是跟你讲，本来拜年要勇敢嘛。大给你早起，起。今天早上我去 supermarket 买那个柑，可是那个柑卖完了，没有了。哦，所以我就买了一粒西瓜啦。呀，所以这粒西瓜送给你，就吃好西瓜。哦，假好的西瓜，不是假好西瓜假好的西瓜啊，
假滴滴，哎呦，有影的囝呀！阿嬷，明年生好水咯。好，是哇，不要真当啊！吃好四季是安尼个讲的，吃好四季啊。啊好啦，好啦安尼吼，皆大欢喜啦，拜年就是安尼欢欢喜喜啦，对无？哦，吼，今日难得吼，美国的也来啦吼，本地的来啦吼，老丁的也来，老丁老卡拢来啊，咱就来甲大家拜年嘛。对啊！来唱一首好听的歌。新年喽！你来好听阿嬷，新年好听。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年年，爆竹声声催得响又年。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年年，岁月悠光阴如箭，回首往事如烟，痛苦心酸，希望从今万事如愿。新年祝新年，新年啊年年年，愿大家都过得太平年，愿大家都过得太平年，愿大家都过得太平年。新年快乐！谢谢。好，新年歌曲呢不间断，接着下来我们邀请林丽颖带来的歌曲《喜乐年华》。还有我们的海南姑娘，大家好。过上了好日子，红红火火，赶上了好时代，喜乐年华。你看那山头金枝柳荫呐，春夏秋冬里大地开花。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跳呀，那个打，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跳呀，那个打。丰盛是祝太平，红红火火，春常在风雨顺，喜乐年华。你看那人风流，心也潇洒，东西南北中，彩虹高挂。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跳呀，那个打，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跳呀，那个打。心里伸手挽手，向着明天走啊！真情再爱不够，咱们大中华呀！心里伸手挽手，向着明天走啊！真真情情爱不够，咱们大中华。祝大家新年快乐，大吉大利！小香姐，丰盛是祝太平，红红火火，春常在风雨顺，喜乐年华。你看那人风流，心也潇洒，东西南北中，彩虹高挂。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跳呀，那个打，那个喜呀，那个乐呀，那个跳呀，那个打。心里伸手挽手，向着明天走啊！真情再爱不够，咱们大中华呀！心里伸手挽手，向着明天走啊！真真情情爱
国海南岛嫁过来的新加坡媳妇儿啊，我是地地道道的海南人，叫做丽颖。今天非常感恩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来到现场和大家同欢共乐，唱响我迎接马年的第一首贺年歌曲。哎，丽颖是来自中国海南岛。是哎，现场有没有海南的乡亲们？有一位我知道，有一位。海南人不？丽珠姐，你没有举手？蛮多的嘞。海南人在哪里？哦，阿姐还能不能啊？阿哥还能不能啊？哇，来用海南话拜个年。祝阿哥阿姐電喜結行，萬事如意，電順大吉大利，恭喜萬歲！哇，謝謝。我是听不懂了，什么意思啊？海南方言真的很難去聽得懂它的那個語調。祝大哥大姐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新春大吉大利，恭喜發財。哦，恭喜發財叫什麼？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哇，很準，很準，很準。啊，很棒，斌哥。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当然我们的新年歌是少不了。是因为我们是新春团圆饭嘛。对对对，我们提早过啊，是提早跟大家祝个新年。新年是几月几号，知道吗？2月10几号。年初一是17号，对，除夕是16号。哦，谢谢。啊，所以2月到现在还有1个多月哦。是，但是我们已经现场的朋友们已经提前的捞鱼生了，太棒了。对对对，非常感谢我们主办单位的主办策划。华族文化中心呢，特别要感谢我们过去这几年来我们的欢喜来唱歌支持我们的朋友们谢谢。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新加坡最有名的这个中菜馆给大家提供最公道的价钱，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很快乐的吃一餐这个团圆饭。是，太棒了，谢谢。接下来要带来的是还是贺年歌曲《今年好预兆》，带给大家。谢谢，谢谢斌哥。愿大家吃得开心，喝得尽兴，好不好？尽情享受这个美味佳肴。希望我们所有的歌曲能够代表满满的祝福，祝愿所有人都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阖家幸福。欢迎新年到，团团圆圆，喜声眉梢，一团和气多么美好，岁岁年年幸福到老。迎春接福到，气势如虹，旗鼓飘飘，把面微喷，歌舞喧闹，鸿运当头福星照。就是不一样，对不对？非常的有气氛的，有气势。欢迎新年到，团团圆圆，喜声眉梢，一团和气多么美好。岁岁年年幸福到老，迎春接福到，气势如虹，旗鼓飘飘，把面微风，歌舞喧闹，鸿运当头福星照。今年好预兆，事业梦境大展，宏图步步高。祝
谢丽颖，谢谢我们的海南姑娘林丽颖。是的，哇，大家呢在听歌之余，享用我们的美味佳肴，还是非常有礼貌的掌声，非常的感谢大家，谢谢，谢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人数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多，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那今天已经其实是我们第2天，是的，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新春的团圆饭。对，所以我们要代表我们的这个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啊，跟我们所有的在线上的朋友，或者是没有买到票的朋友，跟你们说一声抱歉啊，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2天的这个午宴啊，都是销售一空了，对，大家抢票哦。去年也是这样，去年也是这样，对。明年我们可以考虑做1个礼拜，哎，7天啊，哇哦，哇哦。你当然好啦，你来这边2个钟头就走了。你有看到他们幕后的朋友啊，这个很辛苦。大哥一说到1个礼拜，你看我们几位这个工作人员跟一些策展人的脸，全部通通，我的下巴差点掉到那个。明年是2027年嘛，是有一个7嘛，哦，2027年，这样应该是做27天呐，会比较好。人因梦想而伟大。好了，我们嘻嘻笑笑之后，接着下来呢，当然呢，这个主持群兵哥已经唱了哈，那接着呢，就由阿妹呢来给大家呢也继续把好歌带给您。是的，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佩芬。谢谢。那我们欢喜来唱歌是一个方言节目啊，所以呢，今天呢，我想要唱一首福建的新年的歌，过年歌啊。我本身是福建人啦，希望吼，咱将这个好运气、好的财气、好的这个祝福吼，送给恁大家，互恁大家呢，正财偏财啊，拢会对你来，大家拢欢欢喜喜，像这首歌同款，大发财，谢谢。
谢谢大家。因为这福建的过年歌哈，哎呀，说多不说，说少呢，当然呢产量呢，当然没有比呢传统的这个华语的新年歌来得多，但是要找的话呢，其实呢还是有的。所以呢，刚刚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花仔，其实是来自很靠近啦马来西亚的一首呢创作的歌曲，谢谢大家。今天呢，我知道哈，我们是一个工作日，那有很多的大哥大姐、阿哥安弟，可能呢也是特别好跟公司请假来支持我们欢喜来唱歌的这个节目。那我们欢喜来唱歌也有很多我们的忠实的这个粉丝团、忠实的观众朋友们，每一个月的其中一个星期三你们都一定会来 support 我们，所以谢谢你们大家 ，Thank you 也祝福你们呢事事都能够如意，马年行好运。大发财，发大财，身体健康 ，OK？ 那接着下来的这首歌，哎呀，都是我们在唱哦，可不可以听一下我们台下朋友你们的声音？这边的朋友有没有声音？我说很红，你讲话啦，很红。哇 ，good 啦，很快啊。多多啊，一定是你们的哈！来这里的呢，我说黑红，你们说换黑红。哇，大彩票一定是你们的！哎呦，我要跟你们讲，我刚刚中大彩嘞，我中6块嘞。呀，连我坐的士去哦，12块嘞。我倒贴4块嘞。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来欢迎到今天我们午间的。主宾已经莅临到我们的现场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马上呢用你们最响亮的掌声欢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我们尊敬的总裁 Mr. Alvin Tsang， 欢迎总裁。哇，帅帅帅！新年快乐，总裁新年快乐 ，Hello， 新年快乐，总裁。是的 ，Mr. Alvin， 今天呢也是非常之忙碌了，但是呢还是要他要在他忙碌的行程当中，抽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同乐。是的，那我们已经请到我们所有的艺人朋友来先到我们舞台前方呢，来跟我们的总裁大合照。谢谢。有了这个合照之后，往后我们来华族文化中心停车就不用缴停车费了哈。总裁好。谢谢。哇，我们今天要发了啊，跟这么多的贵宾嘉宾，而且我们是10星报喜啊，8星再加2位财神。过那边，你们出来，我们有一些，对不起，你们。谢谢，今天我们华族文化中心的新春团圆饭，也祝大家阖家安康，团团圆圆。好，来看前，耶！谢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继续的传承我们传统华族文化，谢谢 ，Thank you， 吃多多。好的，继续我们把时间交给佩芬。接着呢，哎呀，既然我已经在台下了，呀，我在这边唱了，好不好？然后麦克风呢交到谁的面前谁就要帮我一起合音了。马年嘛，祝福你大家这个新的马年一定成功。把这首歌送给你们，谢谢。家庭朋友你们好，从这边开始吧。Hello， 新年快乐 ，High five！ 谢谢你们支持我们的节目。家里
我保重。我一定会唱吗？讲信用，我一定讲信用。等我回来，等我回来，甲你保重，甲你惜命命，你放惊。哎，姐姐们，我们又见面啦！谢谢姐姐们。哎，哇，亮丽登场啊！3、2、1，中间。因为有你的歌着，予我全心打拼去操作。因为有你这款的眼光，深深感激你的欣赏。我说一定会成功，老师等等哦。我说我一定会成功，你帮我喊发啦，好不好？这个鲍鱼当前啊，这个哈哇，这个魅力无法挡。你帮我唱啊，我唱我一定会成功，你要讲发啦，我一定会成功，哇，我一定会成功，哇啦，哇 ，very good。唱出胜利的笑容，请你为我one more time啊！我一定讲信用，我啦，我一定讲信用，我啦，等我回来，等我回来，甲你保重，甲你惜命命，你放惊。你要唱啊！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耶！唱出胜利的笑容，请你为我保重，我一定讲信用。我一定讲信用。哦，very good 啦！等我回来，等我回来，甲你保重，把你惜命命。你放下。掌声鼓励给你们自己！哇，谢谢。别想我一定要成功，好嘿！哇，我找到我的阿公了，阿公。哎，我知道我们台下有好多朋友很喜欢唱歌，在我们新系列的欢喜来唱歌当中，也开放呢有一个机会让大家发送你们的这个演唱的视频，然后呢在新系列的节目当中就可以登上我们的欢喜来唱歌的舞台。如果要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也可以游览我们欢喜来唱歌的脸书，有看到建兵配分浩的这个视频里头呢就有呢一些详情，大家可以多多参与哦，反应好像还挺热烈的哈，谢谢。那接着下来呢，我要欢迎呢我们下一位要为大家带来好听歌曲的，也是我们欢喜来唱歌的主持群，欢迎浩给您带来这首《喜气洋洋》，请欣赏。谢谢佩芬，谢谢。带着这首歌曲《喜气洋洋》送给大家，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美满人生，欢乐时光，大家喜洋洋。美满人生，欢乐时光，大家喜洋洋。美满的人生，欢乐的时光，我们都喜气洋洋。美丽的歌山，幸福的地方，跟着你来欣赏。轻轻放草，欣欣正相融，不在大地上。匆匆鲜花散播着芳香，走进你的心房。嘿嘿，爱苗正在成长，爱的人儿成对成双。嘿嘿，笑容挂在人人脸上，大家喜洋洋。美满人生，欢乐时光，
心上。心情放早，星星真相融不在你大地上。匆匆鲜花散播着芳香，透进你的心房。嘿，嘿，爱苗正在成长，爱的人儿成对成双。嘿，嘿，笑容挂在人人脸上，大家喜洋洋。嘿，嘿，爱苗正在成长，爱的人儿成对成双。嘿，嘿，笑容挂在人人脸上，大家喜洋洋。喜气洋洋送给大家，谢谢，谢谢哇！掌声有越来越多了，因为大家吃了半饱了，对不对？啊，差不多越来越有力气了哈。谢谢，因为呢很重要的，尤其呢我们在过新年的时候，右手是正财，左手是偏财，拍拍手的朋友都会大发财。谢谢啊，手指很重要的哈，对不对？所以你看手指10只代表的一马当先，二龙腾飞，三阳开泰会4季平安，五福临门就会6六大顺，七巧玲珑会8方来财，九九同心才会十全十美。Yeah， 好。那接下来，人家说吃饭皇帝大啊，但是稍微也是吃有点半饱的时候动一下，我们一起来转个运。今天来到我们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来参与我们今年第1捞啊，运气要把它转进来，对不对？你看，光上我们的电梯都已经是正能量了，有没有？满满的能量，满满的福气，满满的运气。接下来我要带来这首歌，如果你们运气稍稍还要更好的话啊，我们就一起来。如果浩浩唱到咚咚隆咚咚咚隆咚锵咚咚隆咚锵的时候，你们跟我一起这样来。大家要不要做一下手部运动？不管高低都可以哈，在就你胸前也可以，把钱转进来，不要转出去哦，转进来哦。看着你的旁边，转他的，转他的，哎呦，左边右边一起转哈。OK， 好，来哦。带来这首歌曲《富贵花开迎新年》，我们先来跟我们左边的朋友、旁边的朋友一起来，新年快乐，恭喜恭喜，大家发财，新年来了，富贵花开迎新年，家家好。双手借给我，迎春接福迎财神，大家喜洋洋啊，大家喜洋洋，风调雨顺天气好，稻米装满仓啊，一年四季都兴旺，天福享安康啊，天福请准备转运喽！咚咚咚锵呀，咚咚咚咚锵，生意同时，哎呀，再来一次，咚咚咚咚锵呀，咚咚咚咚锵，财源大三江啊！请给自己一个热烈掌声，尖叫声！哇，这边的朋友，掌声尖叫声！全场朋友，掌声发财声！双手紧接我，富贵花开迎新年，家家好风光啊！迎春接福迎财神，大家喜洋洋啊，大家喜洋洋。风调雨顺天气好，稻米装满仓啊，一年四季都兴旺。天福享安康啊，天福享安，请转运，咚咚隆咚锵呀，咚咚隆咚锵，生意同时，看到大家高高的手，咚咚隆咚锵呀，咚咚隆咚锵，嘿，大爷。
转到自己的运啊，记得不要转出去啊，要转回来啊，不要打结啊。来啊，请准备，接下来我们把手举高转运，嘿，咚咚隆咚锵呀，咚咚隆咚锵，嘿，生意同时嗨呀，再来，咚咚隆咚锵呀，咚咚隆咚锵，嘿，财源大三江啊，新年来哟，新年来哟。再来听一下全场的发财声。哟！所以我们的这个哥哥姐姐、大哥大姐呀，大家呢也是呢有颗年轻的心。是。OK， 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开心的氛围当中，让我们举起可爱的双手，一同来欢迎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主席吴少军先生。欢迎主席，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主席，新年快乐，主席！谢谢。哇，我觉得今天除了是我们的这个新春团圆饭，也是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一个大聚会啊。是的，所以叫做团圆饭，所以我们团团圆圆。那也非常的感谢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让我们很多的乐龄朋友在每个月的一个星期三呀，都有呢可以呢走出屋外，是走出屋外来享受呢几个钟头的这个快乐的时光，听听歌，然后嘻嘻哈哈又一天。对，请到我们的总裁在现场，还有我们的主席莅临现场，我们舞台上也不可以逊色。我们请到主席，我们台上一定要请到这位煮饭的。我告诉你 ，sorry 吼，这个你就错了。他不会煮饭，他不会煮饭，不会，他只会拿麦克风唱歌而已。哦，他会主持啊，主持会。对，那么欢迎我们如萍姐要带来的歌曲《春花齐放》。谢谢，谢三位，祝福大家花开富贵，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可爱的。春天到来百花开，蝴蝶蜜蜂发花彩，岸上杨柳绿油油，春花齐开放。哎呀一灯喂，春花齐开放。春天到来风景好，湖光山色多美妙，有春人儿天天忙，我们把船摇。哎呀一灯喂，我们把船摇。祝福大家，当你有汤春，当你有汤春，春最最啊！春天到来小鸟狂，花间树上齐欢唱，飞来飞去对双双，齐唱迎春歌。哎呀一灯喂，齐唱迎春歌。谢谢，送给大家花开富贵，百花齐放。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来大家的支持，说每一年我们的节目欢喜来唱歌，你们欢喜来听歌，所以大家呢都齐聚一堂。那我们预先吃团圆饭了哈，先捞先赢了哈，我们比人家早一步啊。我们现场有没有广东人？有没有广东人？廣東喺邊度？鼓掌聽下好冇？恭喜發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我雖然唔係廣東人，我識廣東話嘅。新加坡人好笨麗嘅嚇，乜嘢説話都識得講嘅，潮州啦、廣東話啦、客家啦、海南話啦嚇，乜嘢都得嘅。所以我們新加坡人真的是非常聰明的人，對不對？給你們自己一個掌聲。好啦，該同你唱一首廣東歌。這首廣東歌呢，是每一個香港歌星都會唱的一首歌，因為也是過年才有聽到啊。平時如果你拿這些歌來唱，講這個笑誒，我歸你就歸你啩。所以送給大家這首《歡樂年年》，祝大家年年都咁歡樂，日日都咁歡樂啊！一齊嚟唱好唔好？你聽鑼鼓響一片，聲聲送舊年。你看大眾多歡暢，個個樂綿綿。歡呼聲、歌樂聲，響徹凌霄殿。齊聲恭祝你有個歡樂年。個個舞舞共歡慶，杯杯要勝共歡宴。年年歡樂，歡樂年年。這首歌是源自香港，好像沒有華語版的。接下來我們換一換華語版的。你看桃花滿枝頭，幸福在眼前。富貴花開真嬌豔，歡樂滿人間。春風吹，春光美，好情永相隨。百花爭艷在春天，萬事都如願。家家安康慶團圓，人人歡笑夢也甜。年年歡樂，歡樂年年。送俾我哋嘅 CK 啊，你廣東人係咪？祝你歡樂年年。我向大家恭祝一句，恭喜發大財。我要為你祝福一句，事業永向前。花開千萬朵，生意長興旺。財運亨通福星照，處處揾大錢。聲聲要醉共歡宴，杯杯要勝共歡宴。年年歡樂，歡樂年年。年年歡樂，歡樂年年。歡樂年年，哇多謝。哇，这是我们的林如萍，在新加坡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阿姨好，新年好！哎，你好，你好，你会这身为主持人呐、什么方言都會講，哎呀會講廣東話，用廣東話拜年。冇問題噶，我係佩芬啊，我有祝福大家新年快樂，快快樂樂，輕輕學學，輕輕紅紅，叮叮咚咚。啊，我根本不聽到廣東的祝福又有叮叮空空的，有，你炒菜的時候就叮叮空空啊，幸幸福福啊，幸幸福福，啊快快樂樂，開開心心心，心，呀，輕輕空空，叮叮空空，健健康康，健健康康啦，健健康康，差不多都不啦，是小拍，健健差不多，康康，輕輕不是空空，差不多的啦，輕輕空空啊！唔使啦，等你嗬，
代平安。代代平安。啊，成日都有銀袋。係啊係啊，有錢。有好多錢啊，慢慢賺啊，慢慢算啊。啊，慢慢賺，唔好快賺。你唱嘅這首你唱，唔係你你唱。唱這首新年歌。新年歌。我很像來到牛車水這樣咧，今天。你去牛車水你條爬，對啦。咁樣走意味。我1、2、3、4、5，我會一點點。1到10得啦啊！所以你要把你的這些才華留下來，對不對？那剛剛唱的那個算是非常經典的一首了。父老年年。接着下來還有2首，也是黑膠唱片時代的新年歌。太久了吧，黑膠唱片。對啊，歡迎我們可愛的張雄，也向大家拜個早年。哎，他要送紅包嘞。哎呀，石油紅包啊！對，這個石油紅包啊不得了了，開不完呢。對呀，那我們就一起來欣賞這首好歌，歡迎我們的熊熊登場。石油紅包，也謝謝如萍。耶，來嘍！來，掌聲鼓勵天下。春風吹呀，春意鬧，財神老爺下凡了，左一包嘛，右一包，包包都是大紅包。要金銀嘛，有金銀；要財寶嘛，有財寶。金銀財寶都不要，還有支票和美鈔。財神爺，你可知道，物價早就不得了。去年買得起車跑，今年買不起麵包。金銀財寶都不要，支票美鈔也不要，只要本錢進一口，石油天天不停流。紅包，跟大家拜年啦！春風吹呀，春意鬧，財神老爺下凡了，左一包嘛，右一包，包包都是大紅包。要金銀嘛，有金銀；要財寶嘛，有財寶。財寶都不要，還有支票和美鈔。財神爺，你可知道，物價早就不得了。去年買得起車跑，今年買不起麵包。金銀財寶都不好，支票美鈔也不要，只要本錢石油天天不停流。石油紅包，跟大家拜年啦！還好有人拍手啊！呀，我們做了第3系列啊。第3系列做到了，應該有整5、60集，我都是躲在後面啊，難得有機會出來唱歌哈，可不可以聽一下全場的掌聲？耶，謝謝。當然呢，非常的感謝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啊。那每一年，謝謝每一年呢，我們的這個新春團圓飯呢，都給我們很多的支持啊，在我們還沒有正式宣傳的時候，每一期我們的歡起來唱歌在進行的時候就已經來排隊買票了，所以呢，很快就已經賣完了哈。再一次跟大家致上萬分的謝意，謝謝大家。當然呢，沒有買到票的朋友在家裡呢觀賞節目的朋友，當然呢也要祝你們健康平安，天天開心，快快樂樂，新的一年馬年這個嶄新的開始最重要呢，求學的朋友學業進步，我們的阿公阿嬤們身體健康，心想事成，萬事如意。
那刚刚为您带来这首歌曲呢，是刘文正的贺年歌曲，叫做《石油红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来另外一首比较传统的过年歌哈，叫做《王小二拜年》，一起来欣赏，谢谢。左手拉那个右手腕，哎呀咿呀嘿，坐着汽车来到你大门前，哎呀嘿。左手给你带来一对菊，右手给我个油门来握手，让我来祝福你过一个快乐新年，哎呀咿呀嘿，过个快乐幸福的新年，哎呀嘿。过了一个大年头一天，我与我那个友们来拜新年，冒着风，冒着雨，渡过江南，越过山，哎呀咿呀嘿，坐着汽车来到你大门前，哎咿呀嘿。王小二拜年呀，还好，我刚刚有稍微注意了一下。怎么了？啊，我唱歌的时候没有人上厕所。叫你专心唱歌，你在关心人家有没有上厕所。歌手在台上最注意就是哈，你在唱歌的时候有多少人走出去。哎呀，真的吗？我都在注意。哎呀，掌声有没有来呀？来来来，哦，刚刚唱的那个是圣诞歌是吧？没有新年歌啦。我明明听到 Jingle Bell Jingle 对 Bell， 我也蛮好奇的，到底是先有圣诞歌还是先有过年歌？不知道嘞，反正都是好日子。如果对啊，你去听那个以前的黑胶唱片哦。你听王小二拜年，他就是这个啊，叮叮叮咚，叮叮咚，铃声多响。好，那我们的八大巨星啊，八大巨星，是八大这个八星报喜啦，是，还有一星啊还没有登场。对，其实我们这个八星啊真的很特别。哎，为什么会有这个八星的诞生？就是在 COVID 的时候。呀，我们这8个人常常混在一起啊，常常聚在一起做节目。因为我们在同一个直播间哈，常常在做一些直播的节目啊。对对对，所以我们这8个人啊，就是常常闹在一起啊。对啊，默契最好就是我们这8个人。那接下来就欢迎我们下一位啦，也是我们这8人当中的大家长之一啊。是今年高龄98岁。哇，你嘴啦！哇，你嘴啊！哇，哎，把陆家做阿嬷嘞。做阿嬷啊？呀，我们要跟他恭喜恭喜。是。所以他要带给大家这一首呢方言的新年歌。非常的好听，那也配合我们华族文化中心在1楼的舞动诗城特展，是的，给你带来这首《朗塞》。来，欢迎许琼爸。朗塞哦。哎呀我。就来，小就来人西，你哋也小就来看人西，大路甲大鼓闹彩彩，咚咚锵锵，咚咚锵锵闹彩彩，若是人着赛头哟，脚步爱徛，互伊知哟。赛杯摇摇摆。
实在真厉害。看人使呀，看人使，大家小少咧看人使，三斤宝马看老练咯。欢喜甲笑嗨嗨，咚咚锵锵，咚咚锵锵，三只公啊也着怪呀头，笑甲嘴啊你着利西西哟，好声讲声将声老菜菜。精心时代写人使。弟兄我弟小招来。小酒来人使，弟弟妹妹小酒来看人使，大路甲大哥闹彩彩，咚咚锵锵，咚咚锵锵闹彩彩。若是人着使头用，脚步爱徛互伊知哟。实在真厉害，咚咚咚咚咚，人使的精神是逍遥甲自在，实在真厉害，人使功夫实在真厉害，看人使啊看人使，大家小少来看人使，三斤宝马看老练咯。笑嗨嗨，咚咚锵锵笑嗨嗨，三只公啊也着怪呀头，三只公啊也着怪呀头，笑甲嘴啊你着利西西哟，好声讲声将声闹彩彩，大家小酒别来看人。看到查某人使无？我跟你讲，我真的有人使过嘞。如果明年我们有机会，我们华族文化村哈，我们这个春宴呐大家如果再来的话，我来人使，因为每一次我拢做狮头，我的狮尾呢就是张雄，真的，我有一个小型的狮头哎，所以每一次我在舞台上面，但是我不能穿裙了，我一定要穿裤子。人使开牙真怪呢，不要看我老是老像红枣，外面聊聊，里面好啊。刚才演戏的时候是88岁，结果呢过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张雄介绍我98岁了。我的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距离，对不对？所以大家有年纪的平安、幸福、健康。快乐，家庭和谐美满，掌声有拍掌的会更好。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年长的朋友，可能比我年长，但是呢，一般上都是比我年纪还要轻的所以刚才那个朗塞，接下来这首歌，人讲娶新妇，嫁查某囝，着买表，着万里，着多多，着大彩。黑龙中喜事对吧？如果呢还没有结婚的青年朋友，赶快加油喜事啊！那如果呢喜事的话，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结婚的事呢要坐着花轿来的，这嘛不是这嘛 Mercedes 啦Rolls Royce 啦BMW 啦所以呢回顾一下好吧，我的年代我坐过
叫做花轿。我们来一首《上花轿》。我们待会呢还有特别的玉米片年糕，还有菜哦，还有菜肴哦，请大家不要走开。那够菜哈，够低贵啊，加滴滴贵欧尼，还有玉米片年糕，请大家不要走开。一株花轿抬到你家庄，忙忙碌碌迎出新家娘，喇叭滴答滴滴答，看大家围着喜事忙。一株花轿抬到你家庄，忙忙碌碌迎出老爹娘，哈哈嘻嘻嘻嘻哈，看大家多么乐洋洋。愿你嫁个有情郎呀，东方蜜如糖。愿你明年回娘家嘛，带着小儿郎。一株花轿抬到你家庄，忙忙碌碌迎出新家娘，喇叭滴答滴滴答，看大家多么乐洋洋。75岁做阿嬷。一株花轿抬到你家庄，忙忙碌碌迎出新家娘，喇叭滴答滴滴答，看大家围着喜事忙。一株花轿抬到你家庄，忙忙碌碌迎出老爹娘，哈哈嘻嘻嘻嘻哈，看大家多么乐洋洋。愿你嫁个有情郎呀，东方蜜如糖。愿你明年回娘家嘛，带着小儿郎。一株花轿抬到你家庄，忙忙碌碌迎出老爹娘，哈哈嘻嘻嘻嘻哈，看大家多么乐洋洋，看大家多么乐洋洋，看大家多么乐洋洋。恭喜发财，吉祥如意。哎，欢迎大家上来。来，谢谢，我们要等摄影大哥。哇，双喜临门，又过年又结婚了。然后没有结婚呐、你上花轿不是结婚吗？做阿嬷，做阿嬷，做阿嬷哎回娘家啊，等下孩子哈、大概他刚好就是12月25圣诞节那一天出世的。哦，啊，你的孙这个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啊，是 holiday，对他 holiday 提早来报道。这福气啦，福气啊！哎福气啊呀，恭喜阿嬷哈！对，我们要再次谢谢琼芳姐演唱。我们所有现场朋友，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吗？有没有开心？拍掌！谢谢大家，你们的掌声呢，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份鼓励。大家要 happy， 因为呢，最重要是大家要开心快乐。因为今天仍然有feedback 哈回馈，要请大家来帮个忙。很简单，我们有 ice cream stick 啊，等一下帮我们投进呢个别的箱子就可以了。我们会问大家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是还是不是？大家的年龄层65岁以上还是64岁以下？对我们节目的满意度1到5，通通帮我们投5哈，谢谢。来，下一场的演出满分，就靠你们。哎，谢谢大家。是 OK， 我们下一场的演出呢，将在3月4号。OK，、同样的有2场，12点半还有4点。我们的票应该是已经售完啦。下来我们打个小小的广告，现场的朋友有眼福了，因为在天台花园，我们的寻找 Harmony 新年艺术装置，哇，这
这个就在我们现场，在 rooftop。等一下你们搭电梯会有一个对，你看到电梯里面有一层楼，它是有一只马的啊，就是我们的天台。所以大家已经难得哈来到我们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等一下就直接到我们天台去拍拍照。我们的这个天台的设计就是你们的红包封套里面的那个设计来的。对啊，非常值得收藏了，我觉得值得收藏，非常美观。那另外呢，3月份呢也是我们这个欢喜来唱歌第3个系列的最后一集。那么在新的系列我们有一个新的特别的环节，我们也希望呢可以邀请我们很多热爱唱歌的朋友来登上我们的欢喜舞台。我们来看看短片。请看。欢喜来唱歌已经来到第4系列了，非常谢谢大家鼎力的支持。新的系列，新的单元，我们决定在欢喜舞台开放一个表演空间，给喜欢唱歌的朋友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唱。没错，即日起至2月28日，只要你把清唱片段发送到85590168之后，收到主办方的通知的朋友要来唱歌给我们听，成功入选的朋友就有机会站上欢喜舞台，和我们一起欢喜来唱歌。我们等你哦！记得我们等你哦！哇，欢喜来唱歌。哇，这个是大家一起欢乐了。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所以大家好，要非常的踊跃。这个视频一出就有好多朋友从 Facebook PM 我们说我要报名了，我要报名了，是不是发送到这个 WhatsApp 号码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是要经过海选？对，要经过海选。audition当然要会有海选的评判很严格的哦。就是你是吗？不是我，谁呀？是谁嘞？应该是陈建斌。可以呀，他歌也唱得那么好，对不对？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呢所有的演艺人员呢，要给大家呢带来这个歌曲。是，我们也借由这首歌呢来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那在这3个系列来对我们欢喜来唱歌的这个鼎力的支持，谢谢大家。所以呢，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大地回春》。会唱的开开心口，跟我们一起唱。欢迎大地回春，枝头朵朵花如锦，月月层层草如茵，燕子归来时旧巢，手窗呢喃诉衷情。大地万象更新，不念翩翩无情意，你汪汪汪在花粉，青绿满布乱风里，一片春色动人情。好雨盛放，红帆相依，一片水如情分，大地回春。柳暗花明，水云山起，小鸟歌声唱不停，大地万象新。欢迎大地回春，不念翩翩无情意，缤纷万万彩花粉，青绿满布乱风里，一片春色动人情。谢谢大家的光临。怎么办？借我你们的双手，我们一起来，左手跟右手做好朋友。来，大家开开金口，一起来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好礼盛放，红帆相依，一片水平不情分，大地回春。柳暗花明，水云山起，小鸟歌声唱不停，大地万象新。欢迎大地回春，不念翩翩无情意，缤纷万万彩花粉，青绿满布乱风里，一片春色动人情。在这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我们的旅者乐队，谢谢。我们要谢谢全体的表演艺人许雄邦、李如萍、朱丽丽、丽颖，还有我们的节目主持李佩芬。谢谢小熊。记得我们在天台的花园
主席，吴少勋先生，谢谢。线上的朋友也跟我们说声谢谢哦。谢谢，继续支持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拜拜。大家平安快乐。春的花开又一年，又和家人共庆团圆。不管距离有多远，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总是要体会苦辣酸甜，才懂得珍惜每一天。努力奋斗这一年，追逐梦想，勇敢向前。不管路途多遥远，总会相聚在眼前。回家看到爸妈的笑颜，才明白人生的真言。每一份快乐都要自己去体现，每一种幸福都要自己去体验，因为有家人在身边。就算平平凡凡，也可以开心过年。希望新一年，愿望都能够实现。期盼新一年，创造美好的明天。只要努力，就能大步向前。让你我来团圆，过个美好的春天。